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兴大学推广食物的治疗，举办园艺疗愈市集。除了展示观叶甲稻麦食物之外，佮配合着 DIY， 互乡亲家己动手来种，要互乡亲会当感受到这食物有治疗身心的功效。 讲师杨世成来分享种菜撇步，以前到种菜嘛捌摕到8大青龙，即摆伫解物市集进行迄个工作。一般的病虫害怎么样去防治？然后还有就是其他他们有相关于园艺的一些问题。 平台解物市集除了有达人分享各种知识，学生和老师嘛透过摆摊和民众互动，现场嘛有真侪新品种的芭乐菜等等的食物。 可以放在我的桌上，然后就放在边边，然后每天可以看到它。然后他们刚刚有说这是观叶植物，所以它可以不用一直晒太阳，就是还蛮适合放在自己的桌上小物这样装饰。透过多方的园艺交流，和大家做伙生园艺，嘛感受到无同的趣味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